我係黃浩光牧師，今日嘅經文係羅馬書第1章16同埋17節。只有2節經文，但內容已經好豐富噶啦。喺上幾節咧，我哋睇到保羅好想去羅馬，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想得一啲果子，就係想傳福音啦。佢咁想傳福音，亦都有3個原因。第一咧，佢係心甘情願，內心有一種渴望。第二咧，佢係要還福音嘅債。第三咧，佢不以福音為恥，佢知道福音係神嘅大能。點解保羅會提到羞恥呢？原因係福音對猶太人以及希臘人呢都係有反彈嘅反應嘅。猶太人認為福音係絆腳石，而希臘人認為福音係愚拙。希臘世界係一個文明嘅世界，羅馬人征服當時嘅世界，但希臘文化卻係征服咗羅馬人。希臘產生好多有名嘅哲學家、詩人、思想家。由於佢哋咁有智慧，所以一聽到保羅傳福音，話神嘅兒子降世為人，替人嘅罪寫喺十字架上面，就覺得呢個道理好愚拙。所以保羅喺希臘文化嘅社會傳福音，時常會遭受白眼，俾人睇唔起。呢種情形亦都發生喺今日。當我哋向一啲對中國文化有修養嘅人傳福音呢，佢哋對中國有5000年嘅文化，有儒家思想，感到十分嘅驕傲，睇唔起福音。對當代知識分子，好多都有科學頭腦，覺得福音係格格不入。呢啲咁有學識嘅人，往往對福音不屑一顧，亦睇唔起基督徒。保羅並不以福音為恥，並非佢內心曾經感到羞恥過，而係佢經常遇到白眼，俾人睇唔起。咁樣咁佢點樣勝過別人嘅歧視嗰個眼光呢？答案就係在於福音本身。呢個福音就係神嘅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嘅。保羅經歷過呢個大能，使到佢藉基督跟神咧和好。神咧就赦免佢一切嘅罪，使到佢同埋我哋都成為神嘅兒女。將聖靈咧就放喺我哋裏面，開始改變我哋，帶我哋進入基督徒嗰個群體嘅裏邊。人咧本來係江山易改，品性難移嘅，但係福音有大能，可以將人改變過嚟。福音有拯救嘅能力。先係猶太人，後嚟係希臘人。希臘人代表外邦人。福音係先傳俾猶太人，因為救恩係從猶太人嗰度出嚟嘅。保羅每到一處地方傳福音，佢首先去會堂，先向猶太人傳，然後就向外邦人傳啦。第17節咧講到神嘅義，福音除咗係有大能之外咧，更係顯明神嘅義。咩叫神嘅義呢？義咧就係神嘅屬性。講到神喺道德上係完全嘅、正直嘅、無可指責嘅。義咧又係神嘅作為，就係救恩，救咗人，人就披戴神嘅義。所以神嘅義亦都賦予信嘅人有稱義嘅地位。換句話咧，福音係一份禮物，當人肯去信咧，就接受呢份禮物啦。接受之後咧，就可以跟神和好，恢復原本應該有嘅關係。就係不義嘅人咧，可以成為義人。呢個義咧係本於信，以至於信。呢個説話嘅意思就係完完全全信靠咁解，由信心開始，靠信心持續落去。信心係有一個起點嘅，但要成長落去咧，係需要咁樣嘅。咁我有時會問一啲人，點樣先至得救上天堂？有啲人就答啦。因為曾經去過教會，因為自己做人咧行得正企得正，從來冇害過人。但真正嘅答案咧就係呢節聖經啦，係要靠信心嘅，唔係靠行為嘅。呢個係羅馬書嘅主題，就係保羅引用哈巴谷書嘅第2章第4節話咧：義人必因信得生。你得生命，你得救係靠信心，就係信耶穌，因信得生。因信稱義嘅道理，舊約咧早已經係講過噶啦。弟兄姊妹，你已經信咗主，靠信心入門，但你整個成長過程咧都係要靠信心嘅。因着信心，你可以經歷福音嘅大能。好，我哋祈禱，
神嘅福音係有大能嘅，我哋信咗咧就可以經歷拯救嘅大能、醫治嘅大能、改變生命嘅大能、支持我哋每日生活嘅大能。多謝主，奉耶穌基督嘅名禱告，阿門。